卫生福利部本地按算讲，4月份要推出健康码，民众做疫苗做癌症的体检，地当来换点数去运动，也是讲买健康商品哦。也毋过因为目前总预算案个卡关，所以目前是个无消无息。 为着要鼓励个人做健康检查，卫福部捌预告，要伫咧4月份提出健康码，未来只要做疫苗、接受癌症的体检，就当扣点数换健康商品，免费去运动场所等等。如今却因为预算的问题，进度卡掉咧。立法院因为在去年没有审查今年的这个总预算，所以呢，按照这个规范呢，那么只能在去年的预算的额度里面。 好，那么去先执行，那么并没有办法有新兴或者是预算的增加。关心卫福部计划开发新的平台，不过因为无经费，该当应用关心的建设性还有股来转型做健康码 App， 希望4月份会当向外界说明。我们目前都按照我们原本的期程在规划进行当中，到适当的时间，我们会记者会的方式来跟大家一起做说明。他们没有新的经费去建设一个新的平台，所以他们只好去用旧的平台来做沿用。那这也是我们现在常常看到的说，健康币它其实只是目前预算没有省的冰山一角而已。公民监督联盟指出，目前新兴的计划有2000多亿的预算也未审查，内面是有包括疫苗轮型计划、体育预算、各项装备。因认为若是继续动总预算，人民的权益就一直受影响。记者陈亚选林孝凯台北报道。